大家好，我係 Maggie 啊，我哋又嚟99蚊嘅優惠啦。咁之前咧就介紹過好多湯料啦，今次因為秋風起啦，我哋介紹咧我哋香港人好中意食嘅臘味俾大家啦。咁大家一齊嚟睇下咯喎。99蚊嘅主角就係佢哋啦，睇下幾靚啊！首先咧，我哋有三花腸啦，三花腸係完美嘅比例嚟嘅，佢裏邊咧有3分肥7分瘦，跟住隔離呢個啦就係鴨潤腸。咁呢一個老闆咧，佢非常之好嘅，因為係1年只係做秋冬天嘅啫，春夏天休息嘅。香港老字號幾十年㗎啦，自己人手做㗎嚇，香港工場香港製造。咁一包咧就係咁樣嘅。裏邊咧有4孖嘅，2孖三花，2孖就係潤腸，總共係有8條，99蚊啫，仲要打晒真空，好正好正，一定要試下。另外咧，我哋有一個咧係三花腸，淨係三花腸就冇潤腸嘅，都係一樣做緊優惠，99蚊，有8條啦，4孖肥美嚇。滑嘟嘟唔會過肥，亦都唔會過韌過鞋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鵝肝腸啦。鵝肝腸我哋公司咧年年賣到爆單，爆得好犀利嘅。一食落去咧，哇！除咗有鵝肝嘅味道之外啦，仲有玫瑰露㗎。咁所以諗下玫瑰露加埋鵝肝配合埋一齊咧，真係好完美嘅比例。呢一個做緊145蚊嘅啫，全部香港製造㗎。快啲試下啦，因為秋冬天先有，春夏就賣晒㗎啦。